大家好，我係江先生。今日嘅視頻咧就主要講解鼎爺李家鼎嘅八字嘅。咁最近咧鼎爺嘅家事咧就係同李永漢嘅電話錄音咧，就一時間咧就係上咗網上啊，發鬧得沸沸揚揚咧，就成為全城嘅熱點嘅。咁今日咧江先生咧就係用李家鼎鼎爺嘅八字咧作為一種學術嘅一種研究嘅。點解佢生咗一對雙胞胎？李永豪咁孝順，李永漢咁叛逆，唔去做嘢啃老，兩個人嘅性格咁極端咧。今日江先生咧用幾分鐘嘅視頻咧，作為一個詳盡嘅講解，只從阿鼎爺嘅八字嚟分析啊。咁鼎爺咧大家都知㗎啦，咁喺80、90年代嘅 TVB 啊，非常之出名，非常之有演藝實力嘅一位男藝人。當年咧江先生都非常之中意鼎爺嘅。咁鼎爺咧其實咧嗰個名咧就起得唔係幾好嘅，因為鼎咧係代表千斤頂，係代表你知啦，千斤頂要承受住好多壓力噶嘛，你即係千斤頂你頂起台汽車噶嘛，咁頂起台汽車成噸幾2噸重嘅，咁所以叫阿鼎嘅人咧係一定係會壓力比較大，責任比較重啊。所以我江先生建議就係、如果你用個名用個鼎字咧，就唔係好建議啦嚇。咁當然咧，即係有啲人唔怕辛苦咧，就可以用嘅個鼎字。無論你嘅別名、姓名啊，或者花名啊，盡量唔好用個鼎。咁其次就係個爺字又有玄機喎。點解個爺啊係眾人阿爺，即係全香港嘅，甚至係全中國人都叫你阿爺，咁你咪責任好重咯。咁當然咧，兩個字加起來叫鼎爺。必然咧就辛苦勞碌啊，為仔女而事情而煩惱，為家庭嘅責任啊壓到自己唞唔到氣嘅。咁所以我建議鼎爺呢兩個字咧就盡量就唔好用啦。咁至於有咩即係藝名或者有咩花名係好着數啲咧？咁其實咧香港有一位大家都知嘅一位四大天王劉德華，即係。大家都知嘅，劉德華個人都叫做華仔，個仔係咩啊？眾人嘅仔，眾人嘅仔，大家都痛錫佢、愛錫佢，大家都中意佢。咁所以點解劉德華紅足40年咧？其實咧原來咧同佢嘅藝名華仔咧有一定嘅關係嘅。咁所以江先生已經話晒俾你聽㗎啦。咁作為藝人咧，最好就係咩仔啊咩仔啊咩女啊咩女啊，或者係兩個字重複，比如郭富城成成咁成成，原來成成兩個字叫福人，福人啊係代表細路仔㗎嘛。咁你冇理由大人大人叫成成係唔啱㗎嘛。咁所以叫成成咧，原來一個細路仔嘅一種加持嘅，代表眾人愛錫你，識唔識啊？就改名又有玄機嘅，特別係啲藝人方面。我哋首先睇睇鼎爺嘅八字先啦。咁鼎爺嘅八字就好容易睇啫，佢就係今年就80歲嘅，都好辛苦、好勞碌嘅。即係聽阿肥媽講咧，就係鼎爺咧，即係已經係做到話連心臟啊，或者係個手腳啊，已經磨損得好犀利嘅，都好辛苦㗎啦。咁都係為咗養佢嘅仔李永漢，因為李永漢咧就每個月都問阿鼎爺攞5萬蚊嘅。咁其次就係咧每個月嘅家庭嘅花費咧都係阿鼎爺出嘅。咁所以鼎爺真係非常之辛苦，我都非常之尊敬阿鼎爺嘅。首先我哋睇睇鼎爺嘅八字。咁鼎爺咧就係今年80歲，屬狗嘅嚇。咁癸亥年咧，癸水日元出生個子嘅月。咁好明顯呢種八字就係一種見六格。見六格嘅人咧就係英雄氣概、講義氣嗰個人，講到做到嘅。咁做朋友啊非常之好，兩肋插刀，咩都幫助你嘅。所以有咩困難咧，你揾鼎爺，鼎爺一定係撲心撲力去幫助你嘅。咁鼎爺個八字咧就一定係用火土嘅。呢個好簡單嘅八字，因為癸水出生個子嘅月份，好明顯係身強。身強要火土來制住個水，當你制咗個水叫官殺，制比劫來保護翻個財星。所以呢個八字就係用火土。首先忌金水嘅八字嚟嘅，好明顯你癸水日元出生嘅子月，喂，天寒地凍，你水咁旺，你再唔需要金水嘅，所以佢個八字係忌金水嚇。咁鼎爺呢種八字嚟講咧，就一生咧就好容易財來財去嘅。
點解咁講咧？當佢行到乙巳丙午大運嘅時候咧，乙巳叫做財散，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因為自害沖。丙午又係子午沖，子午沖咧就變咗咩啊？叫荷葉盈珠，唔夠東風一樣啊！嗱，呢兩個大運係屬於衰運嚟嘅，即係代表佢賺到嘅錢咧，都會一時間咧就會使咗出去嘅，叫財來財去嗱。咁丙爺個八字啱先講㗎，用火土，土係代表仔女星嘅，所以點解佢咁痛錫自己嘅仔女咧？其一咧就係佢個八字用火土，再加上係冬天，喂好冰凍喎，需要火來調候，土嚟制住啲水，所以點解佢咁痛錫個仔咧？其實就係八字嘅喜用神啊，喜用神。咁丙爺嘅八字，咁丙爺咧就有兩個仔咧，就雙胞胎嘅，一個李永豪，一個李永漢。咁我哋睇仔女有幾個仔女咧，其實好容易睇啫嘛。咁睇八字嘅，睇個七煞星，原來阿丙爺個八字咧有兩個七煞星。嗱，依個七煞，依個又係七煞，依個代表李永豪，依個代表李永漢。李永豪嘅八字，因為丙爺係要火土，依個係戌土，係乾燥嘅泥土，制住啲水，對阿丙爺係非常之大嘅幫助嘅。咁所以點解李永豪咁孝順丙爺？原來就係呢個戌土李永豪係佢八字嘅喜用神。呢個第一個，呢個就係佢嘅仔女星。呢個又係仔女星，呢個代表李永漢。李永漢嗰個呢個時柱咧，時柱代表仔女星啊，時柱係神土，神土喂，你冬天出世，你再執嚿濕嘅泥土俾佢，佢係咪好唔舒服嘅？佢係唔需要濕嘅泥土，並且呢個叫子辰合水，子辰合咗水變咗咩啊？劫財，子辰合水變咗劫財係佢嘅忌神嚟嘅，所以點解李永漢係會啃老唔去做嘢？就係原因係子辰合咗水，變成子辰合水變劫財克財，劫咗個財星去嚇，係咁睇嘅。咁所以我可以直斷阿丙爺嗰個出生嗰個時辰係丙辰時，唯一個丙辰時符合佢嘅八字嘅嚇，係咁嘅。江洪先生咧就講解阿丙爺嘅人生嘅一個際遇嘅。咁首先我哋睇睇丙爺啦。咁丙爺喺癸卯大運咧就結婚嘅，1977年。咁1977年咧就行緊呢個叫癸卯大運。咁癸卯大運叫食傷生財，好明顯亥卯半合木局嘅，木嚟生火。再加上1977年咧丁字年叫一柱擎天，叫一柱財星咧叫天鬥地藏咧。咁所以係喺1977年嘅結婚嘅。咁但係有一個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呢個丁字咧係沖住呢個夫妻宮嘅，係唔好嘅。咁香港有一位師傅咧，就係大家都知道㗎啦，都好出名嘅呢位師傅就係沖夫妻宮唔結親就分手，其實錯。從丙爺嘅八字嚟講，1977年係唔應該結婚嘅。點解？因為自害沖，呢個自火係財星嚟嘅，沖住咧係唔適合結婚嘅一個流年。假如你依個流年1977年結咗婚咧，通常咧婚姻咧8%-9%咧都會離婚嘅，即係呢個係我嘅咁多年嘅一個經驗咯。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結婚咧，就最好揾師傅睇睇嗰個流年究竟適唔適合。丙爺嗰個八字就好明顯就唔適合啦。丙爺就喺1994年1994年離婚嘅。1994咁行緊咧就係甲辰大運同乙巳大運，正所謂男怕交運嘅。咁男怕交運咧就係交接大運嘛，交接大運最容易發生嘅事情，事方面一個動盪啦，容易破財啦，其次就婚姻出現危機嘅。嗱，行到呢個運嘅時候，剛好呢個運咧係沖夫妻宮嘅，再加上咧呢個辰咧仲未行完喎。仲呢個甲戌年94年個甲戌年咧就辰戌一沖，咁所以點解導致佢離婚咧？就係呢個大運就首先交接大運啦，自害沖啦，辰戌沖啦，咁所以咧三個合埋一齊啊，所以導致佢婚姻咧就係結束咗嘅1994年。
接下來咧，江先生咧就講緊係鼎爺嘅人生嘅一個巔峰運啦。咁大家都知㗎啦，咁鼎爺人生嘅巔峰運咧就係喺2016年嘅，去拍咗一個飲食嘅節目，當時係非常之出名，突然間爆紅嘅阿爺廚房，就係依個流年嘅丁未大運。咁丁未大運咧，學八字嘅人都知㗎啦，眯埋隻眼知㗎啦，未戌相刑。辰戌一沖，個土旺到極點嘅時候，制水叫做制劫互財，財生官，所以點解爆紅啫？就行緊個運啊嘛。好明顯呢個大運就係火土大運嚟嘅，人生嘅巔峰運最好。但係晴天霹靂啦，呢個運如果拉落去29到39啊，佢嘅個人嘅成就啊係好10倍以上嘅嚇，冇可惜啦。咁當然啦，行運啦。你晚年行運咧都唔係幾好嘅，點解啊？晚年行運咧代表你要辛苦嘅，即係辛苦勞碌要去揾錢嘅，咁睇你點睇咯？即係我睇過好多嗰啲富豪嘅八字啊，嗰啲有錢嘅八字啊，通常咧晚年都係行運嘅，即係代表佢晚年都係辛苦嘅，佢一樣係揾到錢，一樣係成功，一樣係事業好好，但係辛苦咯，好似李嘉誠嗰個八字咁。咁佢呢個運丁未大運，未戌相刑。喂，未同戌都係仔女星㗎嘛，兩粒仔女星打交，叫相刑制住個比劫，即係代表為仔女嘅事情而煩心啦，同個仔女唔啱咯。咁所以阿鼎爺同李永漢係唔啱嘅。阿李永漢咧就係啃老，同阿鼎爺咧就撐到盡嘅。從呢個流年都好知道嘅，為仔女嘅事情而煩心。為仔女事情煩惱，因為未戌就相刑，就制住啲水行呢個大運。咁鼎爺而家就行到呢個戊申大運嘅，剛好就係丙午流年嘅，今年就80歲啦。咁80歲行呢個戊申運，咁呢個前5年咧就行個戊土嘅，你睇1、2、3、4、5，咁所以鼎爺個命格嚟講咧。鼎爺最多係可以做到去2028年就應該退休唔做㗎啦。點解？因為2028年嘅時候就轉到呢個新嘅運，後5年行呢個新運。新嚟講咧叫金水運，係唔利鼎爺喎。因為金咧就會生水嘅，你呢個八字唔需要金水。當行金運嘅時候會病啦。咩病啊？水代表水克火，代表心腦血管啊、心臟啊。血壓咧就容易出現問題嘅。嗱，申子入水，再加上水旺咧，就必然咧令到個火好弱嘅，眼或者係啲手腳啊就好容易受傷啊。咁所以從呢個八字都可以睇到，鼎爺咧最多係會做到2028年咧就會退休嘅，佢嘅身體係頂唔住嘅。你睇嗱，當行到戊申己酉嘅時候咧，全部都係一柱金水，再加上又係新運啊。所以我勸鼎爺早啲退休啦，唔好太辛苦啦。兒女債咧就一世都還唔完嘅。咁所以我嘅建議就係鼎爺對好自己，對待自己一定好啲，就係唔好有太多嘅嗰種責任嘅，因為你已經做得夠多㗎啦。你已經係好辛苦㗎啦，即係我江先生咧都非常之佩服你嘅。咁今日嘅視頻咧，江先生咧就講到呢個 moment，即係如果大家有咩唔明白嘅地方咧，可以問我江先生。